大家好，多謝收睇米其倫馬。11月9號跑呢個沙田草地啊，私家山跑道啊，咁啊跟翻前啊，放頭就着數㗎。咁啊上個禮拜三就頭關就好好彩就膽就搣咗成20倍啊，咁啊結果仲連人三重彩4重彩中晒啊，尾關就中條位置機嘅啫，咁啊都有一關咁啊都有少少執啊，咁啊今次就揀2場就第4場同埋第8場啦，咁啊俾大家參考啦。咁啊第4場咧，我就10號做膽多6、8、9、14啊，4班16米揀翻隻啊，應該都大熱門㗎啦。咁啊創科群英啊，如果睇翻上場呢隻馬我都有俾咁啊，好似我都話結果佢跑到第3啦，後上就輸咗俾隻長風小子爆爛啊，遠迷就中晒㗎嚇，咁啊冇辦法，長風小子爆得真係非常之奪目啊，咁啊冇辦法啦。嗱今次就呢隻馬都係要贏咁啊款嚇，咁啊嗱睇翻上場啦，咁其實今季跑3場啦，之後跑2場1400，上場轉成1600之後咧，咁啊4班咁啊，周俊樂124磅啦，就抽個大外檔，記住啦，上場都係個檔位非常之差㗎，結果留到最嬲尾23位衝上嚟跑過第3分34秒正，末段23秒正，咁啊叫做後上嗰段非常之犀利㗎，咁啊輸咗少少啦，輸個幾馬位㗎嘛，但係睇翻咧即係上場嗰個走勢咧真係唔簡單嗱，今次咧即刻就揾咗個潘頓咁其實上場周俊樂都騎得唔差啊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咁啊呢個冠軍騎師見到隻馬有，又或者練馬師啊幕後好想拉頭馬之下咧，咁啊揾阿潘頓啦，咪抽11檔，咁啊除翻個鼻箍就戴翻眼罩，係咪想跟翻前啲咧？唔敢講，但係揾得阿潘頓咧應該都想交代㗎啦，膽啦，熱地都要㗎啦。咁啊另外6號。嗱，記住頭先你10號其實後上今次眼罩嚟講咧，有機會真係想跟翻前啲嘅啦。今次呢隻6號就開心宇宙啦。如果今次賽道嚟講，私家山係啱呢一隻㗎啦。金城江仲未開齋啊，咁究竟會唔會係呢隻咧？咁都要過下隻創科群英嘅咁啊！但係咧睇翻呢隻開心宇宙咧，同前一冠2亞1季2個電軍，其實輸咗1場啊，輸過1場咧都係跑過第4嘅咋，咁即係話咧呢隻馬非常之準啊！今季跑2場嘅4班1600米啦，一個第3個第2，上場咧就金城江啊，咁啊又係抽到13檔咧，出閘走住啊3-2-1-2翻嚟輸半個馬，輸咗隻林寶精神啦，林寶精神仆咗喺度嚼，佢上場應該都可以贏，咁啊就爭少少咯，檔位又嘥咗少少力。嗱今次抽3檔抽7檔啊，唔好意思，抽7檔咁啊，磅數就加2磅啦。金城江再騎翻喎，丁冠豪都係算係咁啦，咁即係贏唔到，但係都再俾佢騎咁啊。希望金城江今場咧好似上場咁啦，即係13檔都埋到嘅時候，我相信今場會好啲啦。咁啊個形勢上同埋跑道啱呢隻一定要捉㗎。咁啊另外一隻8號呢隻榮耀掌聲嗱，呢隻咧就初跑呢個1600米㗎嗱，今季10月12號啦088個場次咧，咁啊首月第14位衝上跑係7㗎當時咁啊初出。22倍開跑咧，真係1分22秒正，末段交22秒。嗱呢場咧，我睇到佢呢隻馬咧有啲質素㗎嚇。嗱咁啊，上場1400米咧就留到最後衝嗰一段咧，其實都已經係攞少少啦。今場真情1600得唔得咧？嗱唔知咁，但係咧1400同1600爭200米嚟講冇問題。嗱初出呢隻馬咧跑1400嚟講咧，呢隻馬應該係中長途，即係中距離馬，所以咧1600一定冇問題啦。上場嗰個老光咧。今場霍雲星咧冇住咁多貨，會唔會呢場偷襲咧？咁睇下會唔會係啦咁我覺得真係圍繞住呢幾隻馬，所以拖埋佢就始終今次初跑唔敢咁大信心捉住佢。咁另外就9號呢隻大千紅心啦，今次係收13檔，真係好可惜㗎咁但係揾咗布文啦。嗱記住霍雲星騎隻8號我都唔騎呢隻咧，呢隻霍雲星睇嚟對隻8號多過呢隻大千紅心，大千紅心咧。上嗰2場嗱，記住又係初跑啊！上嗰2場跑嚟1400，一個第3個第4咧都後上啦。而上場咧10月19號108嘅場次咧1分21秒4，末段23秒2咧，其實隻馬咧個狀態非常之高啊！咁嗱，霍雲星都唔騎，咁大家諗下隻8號係咪高過9咧？但係9號咧上場個狀態咁強咧，嗱佢霍雲星唔跑，揾翻阿布文。
咁啊睇下你自己點揀啊！嗱，13檔佢都後上嘅啫，咁當然啦，今次佢太被動咧，我都係揾到佢做腳嘅啫嚇。咁啊，另外就14號啊，呢隻嘅特別咩嚟咧，都係比較被動嘅。咁啊，其實你上季一路跑到1400咧，後上一段都追唔切嘅。睇嚟呢隻馬咧，1600、1800啱啲啊，特別啦。咁啊，今季跑兩場咧，1400同1600喺沙田啦。咁啊，1400就由頭先講啦，追唔切。而上場嗰個走勢咧，嗱記住啦，同開心上同場啊，09即係090嗰場次，即係上場輸俾隻林寶精神，開心就首月第11位衝場跑跑去4咧。係其實即係開心宇宙就拋離咗佢成3個馬位啦，咁但係呢隻馬後上嗰一段咧係有㗎，咁啊當然啦，呢場馬咧嗰個步速啊，同埋呢組呢個場地嚟講，你放投資下呢隻又比較嚇，但係就被動啦。咁睇翻操練咧，阿巴度都摸住佢兩貨啊。經過上場嗰個走勢嚟講咧，我覺得咧今場會跑得好啲。咁所以3重彩啊、4重彩啊，呢個特別嘅我要拖埋。咁所以第4場我10號做膽嚇，咁啊潘頓立咗嚟嘅啊，咁啊都係想交代㗎啦，拖6、8、9同埋14嚇。咁啊跟住就去到呢個第8場。第8場就9號做膽啦，拖2、6、7、11啊，4班1400米啊，揀隻天鳳貓啊嚇，咁啊杜恩啊，咁啊上個禮拜3啊，佢又令佢我揾嗰隻頭關嗰隻自動自覺咧膽咧，佢就 win 咗出嚟咧，所以咧今場咧即係唔係因為佢贏啊，但係呢隻馬係有機會嘅嗱，今隻天鳳貓咧，天鳳貓咧，咁啊上季跑去沙田1200、1400咧。其實都有一段走勢㗎，即係尤其是喺6月20號嗰場咧，即係773嘅隨時，首月第13個派4後上1分21秒9，末段22秒9啊！當時狀態普普通通嘅，其實咧隻馬咧好肯追，咁啊其實隻馬咧一定係咧有即係有個質素㗎。嗱，今季咧10月19號108嘅場次咧，咁啊首月第13、14位咧末段衝上跑第9㗎，追幾個馬位就普普通通1分。21秒9，末段23秒正，咁呢度睇翻咧，佢就係俾人2度咧就收慢咗㗎，同埋咧一出閘咧就俾人擠逼，咁啊末段又收，即係其實好多意外之下跑㗎。咁啊頭先講翻上季咧，其實都係有立臂啊，有外移啊，即係有意外之下跑啦。今場咧就由田泰安就轉咗杜遠欣啦，咁配備方面咧就戴翻個防彎眼罩同埋頭罩咧，係咪針對呢隻馬咁集中咧？咁既然杜遠欣轉咗杜遠欣啦，咁連馬師毛偉傑咧，可能又俾多隻佢睇下今場點啦。咁我揾佢做膽啦。另外就腳咧就呢隻勇闖高峰啦。嗱咁今季初出㗎，上季咧跑咗3場，喺5月10號跑完之後就唞到而家。咁其實上季都睇到呢隻馬有質素，跑3場嘅1200米咧，一個第一，一個第3啊。尤其是喺400、6嘅場次喺上季1分09秒2，末段交22秒4啊，1200嘅啫。今場就轉1400初跑啦，咁其實冇問題，1200、1400一定係唔得問題唔得。但係睇翻咧，佢操練試習咧，哇！我覺得佢呢隻馬咧谷起咗狀態㗎，尤其是喺10月18號嗰場嘅試習咧，收到第9嘅1咧，當然啦，喺外邊係咁推騎之下，隻馬衝得好勁，當然有啲馬就試習就撳住嘅啫，但係我覺得隻馬咧谷起好似係擺呢場啦，除翻個責力，睇佢點啦，抽11檔，我覺得隻馬有質素拖埋佢準輝煌唔要大家睇定係孭住，但係重磅咧咁多隻馬咁強咧，呢隻準輝煌難騎唔要另外就龍城強將咧非常之準㗎，跑呢個1000，差唔多專攻同情咧3冠1屆1季1年唔係贏就跑第7。今季你睇翻即係上季都睇到佢1000係都好準啦。今季跑2場嘅1000咧，分別就9月14號023號場次首第9嘅派5啦，去到400就收慢，但係1分21秒5非常之快末段都23秒正。上場咧起會心120磅，跑翻4班沙田1400米咧就首月第4位跑第1㗎，擺前置。今次嘅賽道咧，C+3呢個跑道咧啱晒呢個前置馬抽我3檔呢啲馬咧，即係其實咧
穩陣嘅已經位置㗎，贏唔贏到咧？咁當然咧睇下隻天蓬貓啦，同埋嗰啲馬啦。咁啊，我覺得今場嗱嘅有個檔位之利咧，其實呢個龍城強將咧都幾強㗎呢一組咁啊，我都係做腳嘅啫，我都係中意隻天蓬貓啊。咁另外腳就勁進良區啦，咁啊嗱雙場同隻龍城長將同場啊，嗱龍城長贏咗，佢呢隻馬咧就後上跑第二啊，即係069嘅場次咧，咁啊9月第11位衝上跑2啊，咁啊1分21秒出末段交23秒4，輸過幾萬米啊，輸俾隻龍城㗎啦，呢隻馬咧居然咧可以挑戰隻龍城強將咧，呢個幕後咧即係睇到呢隻馬應該都未必喺龍城強將之下㗎，嗱上場咧。跑到咁靚之後贏咗又要俾人查詢啦，咁啊即係當然要解釋，咁但係咧，既然佢上場咧由77倍嘣一聲都可以咧嚟挑戰咧，呢隻馬咧今季應該都好快有堂馬，咁會係呢場咧嗱，咁啊唔知，咁啊上場唔知啊嘛嗱，睇多場呢隻馬係咪真係可以 keep 到啦？因為呢啲神經馬有機會咧突如其來有一場又唔定嗱，如果今場咧跑到係近或者入位置咧，呢隻馬可以長好快會贏㗎啦，隻7號要翻去。咁啊另外就深紅紅啦，楊明倫啦，咁啊希斯就再俾翻佢，差唔多佢騎晒㗎啦。咁啊今個跑2場1400啦。咁啊9月14號023，咁啊9月第11位派4咧，咁啊最後尾望空唔到1分21秒4，末段22秒9咧，嗱非常之快，輸俾勁沙場呢組非常之強組嚟㗎。而上場咧再出翻諗住贏得啦，但係咧結果又輸俾開心月啊，追唔切啊，留後啊12位衝上跑2啊。末段1分21秒7，末段加22秒4啦，上場好明顯係留得太後啦。呢隻馬我睇翻佢上季同佢今季跑法咧，其實留到後跑啦。今次錯到4+3，如果留得太後都係唔得。嗱配備冇變㗎，10檔咁究竟我哋追唔追切咧？嗱，如果佢呢隻馬係講9月14號嗰場強組嚟講咧，喺呢度咧會唔會真係一鼓作氣可以贏晒咧超嗱？咁啊睇下楊明倫點啦。咁啊當然啦，又係我中意隻天蓬貓兩個係咪砌整條 Q 翻嚟咧都唔定。咁所以第8場咧我要試下隻加天蓬貓做膽啦，拖2671咁啊今次就俾呢兩場睇下領唔領到啦咁啊睇下啱唔啱心水啦，啱心水俾個 like 啦祝大家贏多啲，拜拜。